2025年1到2月，全省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3484家，同比增長16.8%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33.1億元，同比增長5.9%，增速好於全國同主要經濟大省。其中製造業外資表現亮眼。廣州舊年新設外商投資企業8445家，同比增長27.4%。全國每新設7家外資企業就有1家喺廣州。今年1到2月，全市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040家，同比增長4%。2025年華南地區經濟情況特別報告顯示，廣州連續8年被評為中國首選投資目的地。廣州通過深化重點領域開放、構建大招商體系等做法，提高投資促進水平。今年，我們還將進一步強化政策供給，實施新一輪外資獎勵政策，研究制定鼓勵設立和發展外資研發中心政策，增強外商投資粘性，同時強化商協會橋樑作用，在廣州開發區、天河 GBD、廣交會等外資企業及地區和重點平台建設多個外商投資服務工作站，形成多點覆蓋、精準服務的外資服務前沿陣地。